第一类的妄念呢，他把它说成叫做有爱魔，爱是阻碍的爱。第一个头几个对谁啊？对，大那这个sem了，我不要的三不跟着吧要的吧？那大的那个说了，那种的康巴地拿弄了得呀的。首先，所谓的有爱魔，指的是我们心里面认为事物是真实存在的这样子的念头。比方说，我们认为事物是真真实实的，好像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确实有这么一些东西，那种观念。那康巴地拿那种得呀的，那康巴电巴是有。din nga de dese ke yukto te ta ta na ge chi na ba yok dese ke te ni din to so den ba chi yu di jum chi na ti nga de ne digri sam ba ke te ni sem na lo ko ne de jo ya 当我们有了执着事物为实有的概念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把这个空间、这个房子当成是真实的，你执着它是真实，所以首先你有个对象可以执着，这个对象是房子，你执着它实有。再来呢，在这个房子当中，就有了像我的座位、诸位的座位，你也把它当成是真实的在看待，所以你就开始认为我可以待在这个当中，我可以待在这个上面，一切就展开了。那那些的呢，我常说蛮通用的那个说了，点没点吧去要的什么。大个要的了，对吧？男性通要的，其他种啊了，也大用个那个是了，点个点不没些的要的，你中间的点呢，你通过来了，你中间的点呢，给这些要的，真的。因为有的这样子的实实在在的执着，所以当我在看你们的时候，我执着你们是人，我认为你们是人，而且肯定有个人在那边被我看到。然后你们也认为我是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会看到他呀，所以我会听到他在说话呀。但是我让说每当那哇那接绿色的往不啊当。这个南京往不的有个肉渣这肉日啥子的，有个有了，所以他妈电巴有个中间的店呢，往不样来个些呢，有什么有的，有电巴有个中间的店呢，往不来样中间有的，对，我觉得呢有些个怕从这话的事情啊呢。同样的，我们这种执着事物为实有的概念，也运用在其他方面。包括了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我们都把它当成是实实在在的。进一步而言，眼、耳、鼻、舌、身的对象，它能够领纳、能够接受的对象是五尘，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我们也把那些当成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认为五根是实在的，所以由于五根实在，它就能够发挥实在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能够领纳，能够接受外境。这个外境是什么？就是我们执着为实实在在的色声香味触，结果整套都变成实实在在的。你个等你电把要的三百个老天啊，做的考虑要的话，你那等你突击个对是，马上那都可能得到。以上所讲的这一大堆东西，我们脑袋里面的概念就是，它们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它们是真实的。这个就叫做有爱魔，有执爱，那个阻碍的爱，那个爱就是实质性的意思，有实质性的魔。马吉拉尊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第一种魔障。这当不给了托挂社会个能得的呢，本来我做我。看了，但是那这个来讲嘛，就东巴的吧，过肉土好的。对嘛，一般我这个你这个讲这个，对的呢，差不多有个就是个土呢，肉土有嘛啦。这那不给个土巴谁啊的，那个是怕做肉嘛，到把哪个烟呢呀？哪怕东巴那里怕做江高水土的，这个个哪弄的怕的，呢肉土嘛，但是土的个的。哦，真的那个我这个大家。往不当有的时候他们也他过两班的我去，拖的呀有把现在当有个就是呢，对呢，
토끼의 그对是个没打败。为什么我们叫它有碍魔呢？这个碍是阻碍、卡住或者是障碍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比方说，今天如果你前面没有一堵墙，没有一道门的话，那么你可以轻而易举的，经过前面的这个空间，你没有任何东西会阻碍在你前面，没有任何东西会障碍在你前面让你卡住，因为没有东西嘛。那如果今天有一道墙堵在你前面，你当然就不能过去，你的手如果挥过去就会被它卡住，所以那个就是障碍，有这样的障碍性。那如果没有了这样的障碍，你的手要挥在一个空间当中，因为没有任何阻碍的缘故，它自然是能够伸展自如的。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看待眼、耳、鼻、舌、身等五根以及它的对境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你都把它当成是真真实实的，好像坚固、牢不可破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种阻碍性，就因为你对它产生真实的执着，这种真实执着就好像是那一堵墙、那一道门一样，所以我们叫它有碍魔。对什么？对，다른 것이 뭐 내가 열이 상거 그 뭐시요, 봐. 뭐 되니라 비네, 되니 이도 뭐 되니라 가시 시차지. 아니 소소 이도 뭐 이렇게 뭐부터 소라 시당나. 이제는 차당 그 왕기 내가 뭐래? 이게 레사 레라 띠는 코알란 차버 주시요. 이도 도난 디게 덴제디 코알레 마타르 세베 중심나 띠네对是个没打败。前面解释的是有碍，那为什么叫做魔呢？因为你执着这万法，执着事物为真实，所以你把它当真。当真以后呢，你就开始对它产生评价。比方说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因为看到喜欢的事物，接触到喜欢的事物，你就开心；接触到自己反感的事物，你就不高兴，你就有一种厌恶感。在这样子的贪跟吃，贪跟嗔的作用之下，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举动，这些举动就会造就业，而我们说业正是轮回的起因。由于业的作用的缘故，所以我们没办法摆脱轮回。由于我们不能够摆脱轮回，所以我们称这样子的观念叫做魔。네, 대 뭐기 아 이봐 되니라 아제 라고 그 남보 대 되니 대지 희열이 얘기라 소아 기나니 남보 대 휴조비 다 이봐 그래 토미지 도 있어야 刚刚提到马吉拉尊告诉我们有4种魔嘛，讲完了第一个有碍魔之后，我们来谈第二个，叫做无碍魔。 토미 그 도 있어야 돼 나지 다다 되니 장세네가 쯔과 나이 토 대사는 매바 생근 젠데야 걔네 여바 대라 토미지 도 있다고야 所谓的无碍魔，就是说它相对于有碍魔而言，有碍魔是我们执着这些外在事物存在，比方说认为墙啊、门啊这类东西它是有阻碍性的，但是呢，无碍魔指的是它没有这样子的不是对于这样子的事物本身的执着，而是对于心的执着，所以叫做无碍。 근데这样子啦다 라스와 내 소를 내 당을 그냥 빼야고 속 아니 도 소양 빼야고 대신에 근데 여기리 상어를 마도 문에 살아 단가 유미때 맞소다 파체는 디는 여바 파체 수직의 파체가 통용이지 말이 지스는 하바치 얘네 맞소 참을 생활을 라스와 시 这当的一的大大有嘞，一当一哈嘞，大大搞的也没法的。那是。当我们讲到就是鬼神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啊，大概有这么些东西吧，它大概有什么样子的形象，我们会去揣摩那样子的它的形象啊、颜色等等。可是我相信在座诸位应该没有人真的看过鬼神啊。如果说有的话，大概是我就是低估了诸位。那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没有看过，就是我们会对鬼神有一种概念性的想象。那那这个等那样这是吧？
那头也不明显，膝盖也不买吧，脚那么也不买吧，内脏也不买吧，这里是有几的上百样多的精致。所以我们开始想象天神神明过得很好，然后他们长得非常的好看，然后他们的生命是非常的令人羡慕的。然后我们认为鬼呢，就是那种习气非常的粗劣，行为非常的糟糕，然后生活也非常悲惨。我们开始有这种执着。我这个没通说了，话是吧，移动啊些个，这是吧，都感觉有点的，上路当然在那呢。他其实没着判断几个老的很多意思。这种想象着神灵过得非常优渥、非常好的生活，然后认为那些鬼类他们过着非常悲惨的、非常低劣的生活的这种想象、这种投射，大概也是大多数人内心都会有的。我去哪把产地去打死龙巴的家嘎是吧？家嘎了，产地给这这些啊有的，产地给这讲些呢。我这同样圈里面给产地给这都是些呢。可能说的我年着牛给家人老弟都是他们拉送的要嘛。可是我们在讲的是一些就是不可见的事物，像是佛陀的佛教的诞生地印度，那简直是满天神佛的一个世界，在那边大家一天到晚都在讲鬼神，你要讲鬼神的话，那是讲不完的。就呢，人们沉醉在鬼神的世界当中，连这些王朝的政治史呢，都完全弃之不顾的。那这个老弟就说，可能家看开发的时候写呢，跟你下马当大话心里写的。我那家的老弟当家可能个老弟就说写过的，我不那么家了送教最下叫的，做家那个那么忙不些家了送呢，有个那当这个吧，都是老弟的大那么多，可能是一开始把家了没办法下。那些印度本土的人，他们如果你去找一些很会讲这些鬼神故事的传说故事的人的话，他可以跟你讲个几天几个月都不成问题。可是呢，你如果要问印度本身的历史的话，那就非常寥寥可数了。你能够得到的文献就非常少，你可能必须要仰仗其他的来源，比方说来自藏地啊、来自汉地的这些。来自藏地跟汉地的文献才能够去说明什么叫做印度的历史，不然你叫他们讲他们自己自身的王朝历史的话，那是非常贫乏的。那个现在的包括龙华那汉地给这些写啊有的，这他其实真的话跟那讲通，那打，那出话讲是这些的，打上那里的啰嗦有啥的，上一个朋友恰上的写啊有。同样的，在藏地也是这种绘声绘影讲的鬼神的事情也是非常普遍的。比方说讲某个鬼神他待在哪里啊，他做了什么，哪个鬼神跟哪一个呢又产生冲突了，讲的好像呢煞有介事那个样子。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大家都认为那个地方大概确实鬼神就真的待在那里。他呢，恐怕就是肉炸全部炸一碗这个，谁让全部。现在是那个最多起来了，比现在家比我也那样，大款的不都送的手里，现在常常的那所做了，不熊熊的事情做，也做用了，就不到当一下是动用的对的。我那时候刚这个嘛来的，但是当这个写了。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天然灾害啊，像下冰雹这种事情啊，常常都会归咎于鬼神。当然你没有办法去证实它，但是总是会这样想。比方说小时候我们去放牧牛羊，如果遇到了这些霜害什么的时候，都会认为说这个大概是鬼神造成的。当然你没办法去说明它，但是大家都会这样想。那现在呢，我说台湾如果拿到了呀，他这个写法的并不是这么有意思的。同样的，像在台湾这样子的汉人社会里面，大概鬼神之说也是非常普遍的。汉人是呢，你都就说到了，在那台湾的用的，一类的去写的，这说的菩萨心难。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我2013年首都来台的时候，到了宜兰去，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先生说，据说是生病。那空那个忙不是。什么忙不当的是弄个拿出来的话，你就我的弄个拿出来。
这个他的问题应该是跟体内的气血循环有关的，因为他的工作非常的繁忙，然后呢，他思绪是不断的在运转的，所以有了这样子的毛病。实际上讲起来应该是这样子。你弄个哪啥小气不强的，你每穿呢，肉这么的痛处上下的，那晚穿的这么的头处上下的嘞，他跟着掐一下。对，就你等你叫他弄哪啥的那边，不然个嘛的，俺让痛处头上是该叫你那个。所以他就因为这一类的气血循环有问题的症状，导致了他会有一些幻觉，他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东西，可是他认为那些东西是确确实实在那边的。我当时跟他讲说，你应该是这个气血的问题，而不是真的有什么鬼神。可是他否认，他认为说我真的看到了。我那些呢，等你拉当这了说话，都说他们拉的感觉有名，我旁边去你通用嘛的，我动手学一把，那边吧，大家那一我说爬起嘛，爬起拉的时候去有名去你爬起嘛去，实际个哈过嘛的，因为上一咱们上不给抢的，来些送，你把给抢的这些送上来，等你，但你谁的，你没谁把中州的这个怎么的你的谁个了？所以实际上讲起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吉凶祸福，谁能够说是谁能够断定就是鬼神造成的呢？没有人能够断定，没有人能够真正亲眼见到他们造就的这些吉凶。可是我们总是认为这个好事呢，大概就是神明的帮助，然后坏事呢都要归咎于这些鬼类的祸祟。所以呢，这都是在一些不可见的情况之下，我们对它的揣测而已。等你人肉谁啊？他那等你了，那么不了，等你上当谁？那给他说谁肉，那等你说谁？公道说当谁啊？都说要让他们说，即使不老嘛，都是对拿去的交下来。然后为了要解决这些鬼神造成的问题、造成的吉凶，所以我们要供养这些鬼神。在古代的藏地就有了这样的习俗，就是做清净烟供，就我们一般讲的烟供，然后晚上呢做焦烟烟供，做供养鬼神的方式。这些方式本来是藏民特有的，后来被纳入了佛法的体系当中来。等你说个刚有没哈马个不一那样，他的生活这个藏人那个生活就有几的，第就是那点的那个都是一个的，上面等你他说你说谁呀？就要当什么对了透明的对了。所以虽然我们并没有办法确切的指出鬼神做了什么，相关的证据我们举不出来，可是我们认为人的吉凶祸福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供养鬼神，我们要去祭拜他们，我要对他做一些什么，才有了那种种的法事。这样子的执着心，我们就称它叫做无爱魔。这个呢，他这个是当这个偏怒白当我，这样呢，他把这怒白当我的这个，这呢，不过穷穷个告诉财莫当，差下东巴的说的，这有这里这啥东西，上面就你做泡面，我偷的如果偷个那个说的，我做的多，但这事嘛说大家不收拾干的多没有。所以呢，我们在搞不清楚这鬼神带来的到底是利弊吉凶的情况之下，我们非常的执着的他们。比方说像我们小时候在家乡总是认为那个黑黢黢的地方，或者是空旷的一些比较荒芜的地方，那边一定有鬼，所以到了那边的时候呢，就开始非常的紧张，然后呢眯着眼睛，然后就是边哭边走的过去，然后过去以后没什么事，就觉得说被放过一马。你不过穷穷人们都，他这个适当的有的没钱那样，我们干嘛这个？不仅是小孩子会有这样子的恐惧，就算是成年人了，也是蛮受这些鬼神给影响的。我是个家个阿妈些有的确的同数。我认识一个印度的妇人，她的先生已经去世了。我那个去了的很多。这个妇女她的信仰是印度教。你没打扮，你看个干了，我都是的，没吃过的了，没亚拉上过些有些。你他王叔亲不，马汉的哇，王叔亲不有了，他第七种的是，我没养过的，可是可七种的是，打扮
对那往中去不啦，这个啥那么我的。那当然，他很相信印度教的神嘛，他们主要供奉的是大自在天。他觉得他先生是一个就是过世的亡夫是一个非常人格高尚的人。他在他先生去世以后，他就想说，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大自在天给带走了呢？结果他就非常的抱怨大自在天怎么把他先生带走。근데 자가게 지구 말에 보바도서 따쇼는 희만 로랑 출첵이라고 해요 말아. 따파 종네 뭐다 마 dak셔송아 얘는 운에서는 따네 dak나 마 뭐셔를 따라고리. 근데 제 요리 제 따조는 뭐다 다비 셔송이 세네 지마레도 그나 뭐도 로모는 나가지는다. 따래. 따쇼는 운에서 따파서 로라 선제라. 뭐 마사 셔로. 따파서 조고야 된这个노바지. 따ጤ띠 그는 제 요리서 지마 따가 나오지. 同样的，在藏地也这种事情也是不胜枚举的。比方说，藏人常常骑马嘛，那马是畜生，所以他呢也会有那种就到处乱走、不听使唤的情况。当他就是所以在骑士骑马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从马上跌落，然后被马摔死，或者是被马给踩过这种意外事件。照理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自然事件，但是人们总会把它解释成这一定是鬼在作祟，然后就开始对这件事情做了很多文章。이 우보 와서 장 저과 나신시 그 우보시 강 매베에네 생근 저바디 그 페노 그 촉켜보세네 코와의 진수이 그 저세비 차네 대가 도미지들 신행가버리 所以呢，这个无碍的意思就是它不像是外在的物质是有阻碍性的，比方说墙像门它会有阻碍性，这是外在的物质。但是我们心里面创造出来了一些吉凶祸福的概念，这样的利弊得失的概念是我们心里面创造出来的，它不是物质性的，所以叫做无碍。而这样子的观念会让我们被拘束在轮回当中，所以叫做魔。디 되네 마제 라브노 나보 되라 나시나바 예예베 나데니 이바 휴조네 다소바 가루디 도세야 쉐야이다 所以呢，马吉拉尊他为我们分析的4种分别念当中的前面2种魔，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再来讲第3个，叫做欢喜魔。아니 가루그 도세야데 양 가하추네. 내가 해야 뭐 도용라. 没个哈球呢，人家没得检查修下了像为什么叫欢喜魔呢？像有时候有些人他事情成功、大功告成的时候，他喜出望外，有那样子的一种肢体表现，我们看起来都是非常欢喜的样子。人참나서 총야 밤절 그 지금 총야 총남의 총네 빼하배 뭐뭐 토요분 내가 없어서 뭐데 되네 치는 셔도로 와 나하죠 총는 되네 뭐데 빼 가고 차는 나장다고 찌네 파다도 미주고도 힘마다가랑 리마도 버거 제 세당당 대제 세당당 시간 좋아도 좀 때는 때는 남시 지서서 말해고 성산으로 오시네 가하초는 좋아 되거든 像有些人他获得了一些意外的获得了一些财富，比方说他经商成功，然后得到了很多的财富的时候，他的态度啊，还有他的表情啊，就完全就转了个样子，可能变得不可一世啊，变得非常的傲慢。他本来的性情啊，或者他待人处事的风格，就完全变了个样，就好像是兴奋过了头一样。我们这些都是会看得到的。라바도 드네 가서 추바드서 라면더니 추퇴 왕당 퇴 담아도 셔 소수장 드네 강토탐 양리드 세드 至于一些所谓的佛法修行人，当他们遇到了上师，遇到了教法，学了法以后，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修持之后。 냠니 세븐 내가 없어서 샘게 되니 좋아대 두저도 못해서 말아와 좋아대서 땅 거라 뒤 중세나 때문에 샘근서 땅 말아와다 양나 말아 말아와다 양나 뉴샘거 촌랑 때서 말아간다고 해 제거와 当他做了这些所谓的佛法实修之后，他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转变呢？他就像前面所说，得到钱财以后你会有转变，实修以后你也会有一些转变。比方说，要么你觉得心态好像不一样了，
或者呢身心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变化，还是有一些梦，这些好像都是会发生的。你听你告诉了，你大俺你公益多送，大公平那么恰送，大俺了我写的真正有啥的，上让我写的，白天的身边老通破老恰。这个时候，修行人就容易喜出望外了，想说哦，看来我真悟空性了，看来呢我要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修行人了，我要当上师了，看来呢我马上就可以有神通神变了。这个时候就会因为这些事情而感到非常的欢喜。他跟你说了，但是如果有人就说，我把跟着没去那么家政了，整个我搞了当年去怎么当，给家的时候，俺去看你，就线嘛，他把他说线他把掐呢，那么怎么唱呢？看啥干的中午哇。然后呢，就开始要搞一些道貌岸然的事情了，比方说妄说上人法，那就开始讲说自己有如何的道相功德，过去根本不敢启齿的话都讲得出来，然后呢就开始假装自己是上师了。那个要不这帮着我当呢，让那所有的女生个错啊，对我基本上我些几个，第了嘎，这个俺家的鸡呢，那个上一过了，我给那过了不的那个咱们马某些谁呢，可完了请个要了，第中间了对了，嘎都的都西门大白。所以像前面所讲的，你在事业方面的成功，对于这样的成功的一种喜滋滋的心态，或者说像在修行过程当中，身心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然后你对这些感受非常的在意，非常的喜欢，认为他们是很好的，这一切所谓的正向的事物，你非常执着着它，最终还是会把你束缚在轮回当中，所以我们称它叫做欢喜魔。他第一个那么一呢，你送的修他呢，他们一把，你们自己对谁啊？对修业。讲完了四魔当中的前三魔之后，我们要讲第四个傲慢魔。你们自己对谁啊？他没嘛让我长辈嘛，都把个懂得当真谁啊？上面落地了，你们自己对谁吧？所谓的傲慢魔，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不同的名词。我们比较清楚的名词就是我执。总而言之，它就是执着有一个自我在那边的心态。当你当俺是吧？你台湾的是啥家的？啷个没？你西个觉得我们都说要过的。上社会些，给这些社会呢，突然就让哦，我是弄完了，这个有的上面我社会给乱上，但你是一个最可怜的。比方说，我今天来到这边，高度赞叹了台湾这个地方地灵人杰，然后呢，大家马上想到，哦，他在说我们的地方，我们的人呢，那个我们就开始出发了。你开始对了，过多把些呢，你独家意识些个给这个社会啊。可能真的用的，俺这弄完了，可能现在拿过来上，俺上路去考虑。然后，如果我在这边开始批评台湾的，你们马上就想说，这个外来的凭什么说我们的地方不好？然后呢，这个我又开始作用了。那那些个的呢，在那我那么，我去做，我个的呢别想，我看完那些啊，啥把些老子去，他对人那样有对吧？对了。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执着着我的上师、我的中心、我的钱财、我的房子什么什么的，我们跟这些的连结都是来自于有一个自我存在的概念作为前提的。我呢，俺谁呀？在家里搞完了药的时候呢，这个人呢。那要的，那也的呢，人是吧？些个东亚的早年的那个嘛。可是真正讲起来，到底自我是什么？它从何而来？能不能够明确的指出这个就是自我？能够明确认识这个就是自我？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吗？
谁也做不到。얘는 양 때문에 생도 중요하 대다 나 사바시 요산네 때문에 나랑 그 투소 되니라 때문에 현자지 다 나랑 그 뭘 막사 되나 나랑 그 뭘 막사 되니라 때문에 현장지네 나서 그 전당 뒤그 차당 그 때문에 내가 뭐 해시지 봐라 虽然我们根本摸不着头绪，到底这个自我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因为心会执着，所以还是把它塑造了自我确实存在的那样子的样貌。由于认为自我确实存在，所以对于自己感到悦意、感到欢喜的事物，就会有贪着心；对于反感、不喜欢的事物，就有一种厌烦心或者是嗔心。在这样子的贪嗔作用之下，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事情。디그 되니가 삼바 잡아 되니라 되니 차당 거왕 그 레사 되니 레가 왕 그 포와는 참네 탈바 톱 되니 톱을 탈바 톱요 말이 디중지나 되니 내를 힘시지 네 집에 매 따라리 所以当我们认为着自我是存在，然后这样子执着着自我的时候，就产生了进一步的就会产生了贪跟嗔。由于贪嗔的缘故，就会造业，造业就会创造出轮回。因为困于轮回不得解脱，所以叫做魔。我们称这样子的我执叫做傲慢魔的原因在此。아니 디그 다 남도 히보데 휴조송아 남도 히보데 휴조바이 所以以上就跟大家报告了什么叫做四种分别念。디그 남을 또바 히보데니라 데니 레리 데데 르바가 딱게 수가 있나 샘그 파 현차가 왕데 데니 따이자바 마도바 데 무니 데리세와히 덴바리 좁아 매바 히네 자바데 도바 도지 데니 도바 이메 중심에 디네 쭉 히베 메이 따바레 所以对于这些分别念，如果我们能够透过逻辑加以检视它们的话，会发现这些分别念无非只是我们心里面一种执着倾向，给它附贴的标签而已。我们去假设它确实如此，然后有了这样子的念头，那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那些可执着的事情。那虽然没有可执着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的把它当真而执着着。那怎么样解决这样子的执着心呢？这个解决的方法就叫做断法。第的呢，是把就是活动时呀的学着呢，他一把就是年龄时呀的学。以上就讲完了所谓如何去理解断法它的内容，再来谈第四个主题，如何实践断法。你就是年龄的呢，那是一把送的时呢学呢，你到底啥的上手？我认为透过三种结构来谈断法的实修会比较容易。第一个当波的啦的呢，就个六斤，没把干的谁？这三层是哪三个结构呢？第一个是断法当中的施身法要怎么做？你把的啦的呢，生活就往生那样的，的呢东西。